少祥与女友小蛮、王承嫣上月初共组工作室，近期少祥演出电视剧《你有念大学吗？》暖男律师一角颇受观众好评。被问到做过对女友小蛮最暖的事，少祥透露曾送小蛮一台笔电当生日礼物，却被嫌没新意。倒是小蛮透露，曾有一次自己被呛关你屁事，当时男友霸气站出来互爱，让她认定少祥就是对的人。少祥透露自己曾送过 Mac 笔电给小蛮当生日礼物，自认超实用，却惨被以没新意理由打枪，他因此铭记在心，默默观察女友喜好。隔年女方生日，送上一座永生花音乐盒，小蛮收到后惊喜不已。千万不能问女生你喜不喜欢这个，一定要无形中搜集情报。少祥说，他观察到小蛮只要看到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，就会不自觉说真希望我也有一朵玫瑰花。再加上小蛮平常喜欢音乐盒，上网搜寻后看到一座永生花式的音乐盒，心里想就是这个礼物了。巧的是，在《美女与野兽》里，玫瑰花的寓意象征着爱。细心观察喜好与需求，霸气护女友，随时随地找得到，这是少祥虏获我芳心的关键。小蛮说自己每天早起都有喝拿铁的习惯，由于他家中附近是住宅区，要走约10多分钟才有便利商店。有一天我才意识到，怎么家里的冰箱里每天都会有牛奶。这才发现，原来少祥只要发现冰箱里的牛奶快没了，就会自动去补货，让我每天都有拿铁可以喝。对于小蛮而言，兼日常的贴心胜过于花钱买给她的礼物，用心的任何举动远胜于送我1克拉钻戒。小蛮也透露，若是自己被欺负，少祥一定瞬间挺身而出。两人曾有一次在看电影时，邻座的夫妻一直在大声喧哗，他先礼貌地询问对方是否讲话能小声一点，但对方不领情，讲话分贝还更大声，于是又讲了一次，男方就站起来呛声，大骂关你屁事。小蛮说，一见到邻座男方站起来，少祥立刻站起来，并且张开双手护住我，大概是对方看到少祥184公分较为高大，才怯怯地缩了回去。少祥此举给足了小蛮安全感。少祥虽然看起来温温的，没有什么脾气，但若有冲突，他一定是会在第1秒内就跳出来保护女生的男人。少祥与小蛮两人彼此没有秘密，账号密码双方都知道。少祥从来没有找不到人过，就算他在跟朋友聚会，只要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一定会用我在跟我女友讲电话的理由暂离聚会现场。小蛮说，少祥除因有时拍戏忙碌时不方便接电话外，只要他打电话或是传讯息都会秒回，